李錦順中意無遮擋一線海景房嘅朋友睇過嚟啦！喺寸土寸金嘅珠海情侶路，只需要80萬就可以攞低一線無遮擋海景大三房啊！咁性價比咧高到直接將同行都捲到外太空啦！快同我一齊探下呢套靚靚嘅海景樓啦！咁呢個呢就係項目嘅沙盤啦，咁面前就係海，樓下呢有商業街呢啲嘅。咁項目樓下呢就係商場啦，咁商場都已經開業晒咗噶啦，日常所需呢基本上都滿足晒啦。咁項目呢係自帶商業體嘅，衣食住行啊一應俱全嘅，你想食咩呢度都有得買到嘅。OK， 我哋上去睇翻個靚靚嘅示範單位啊。咁呢度呢就係入戶個花園啦嚇，空間都係非常大嘅。咁入到嚟呢，可以睇到餐台啊，呢邊呢就係廚房，一個 U 字形嘅廚房。咁廚房三件套呢啲全部都係包埋噶啦，一個交樓嘅標準，一個雙開門嘅大冰箱啊。呢個就係洗手台，呢個乾濕分離設計嘅洗手間。呢間可以做個客房。出邊就係海景噶啦。再睇翻佢個房間。咁呢度呢就主人房套間啦，乾濕分離設計嘅洗手間嚇。主人房空間都係非常大嘅。再睇翻個兒童房，咁兒童房呢係睇園林嘅內部景觀嚇。再出嚟睇陽台嘅一個海景。陽台空間都係非常闊落啊！一線無遮擋海景啊！對面呢就係香港啦，可以睇到港珠澳大橋嘅，哇，非常靚啊！咁呢度呢只需要60萬嘅首期呢就可以攞低呢套3房單位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呢，歡迎私信我啊，我發詳細嘅資料俾你睇下。